最近發現一直着開嗰件衫、嗰條褲，明顯感覺到越嚟越鬆身。身邊啲朋友仲話你越嚟越瘦添，唔使減肥都瘦到，聽落好似幾完美咁喎。不過同時你又發現自己最近行上樓梯嗰時對腳開始有啲腳軟，仲留意到自己明明以前搬成雙水，話都冇咁易啦，但點解而家淨係拎嗰兩袋餸都會覺得有啲重嘅呢？如果你有呢啲情況，唔好淨係諗會唔會係年紀大咗咁簡單，因為呢啲好可能就係肌少症嘅警號啦。我哋年輕嗰陣，身體嘅肌肉量一般會慢慢建立，到成年之後，如果長期缺乏運動，活動量不足，加上營養唔均衡，同埋年齡增長呢啲因素，肌肉就有可能逐漸流失㗎啦。所以肌少症唔係七老八十先需要理會嘅問題喎。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分解呢個聽落好學術，但其實同你我都息息相關，仲好容易俾人忽略嘅呢個隱形健康問題啦。無論你係想自我了解多一啲，定係想提前預防肌少症，保住肌肉，守住健康，都一定要睇到尾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運動小貼士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健康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嘅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要行得穩，企得高，望到更靚嘅風景，活得自在。恆常運動同維持良好身體功能，對健康就非常重要啦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簡單易明嘅方式，同大家分享實用運動知識、功能訓練概念，同埋日常護理嘅小貼士㗎。唔講咁多，即刻去片。究竟咩係肌少症呢？簡單啲講，佢係一種隨住年齡增長、營養失衡同埋缺乏運動而導致嘅全身骨骼肌質量、力量同身體功能綜合流失嘅疾病嚟嘅。你可以想象成你嘅肌肉唔單止縮水，連平時用力嗰時都大打折扣添咯。好多人成日都會問，咁肌肉少過幾多百分比就算係肌少症呢？而一般人又應該要維持幾多肌肉量先叫正常㗎？其實醫學界診斷肌少症，好少單憑一個肌肉百分比嘅數值去一刀切咁斷定嘅，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結構同身體狀況都可以好唔一樣㗎喎。但一般咁講，健康成年男性嘅肌肉量大約佔體重35%至40%度，而女性就大約係28%至35%左右。長者就算年紀大，都建議盡量保持響呢個範圍嘅下限以上咯。一般呢個評估我哋就會利用生物電阻抗分析，亦即係用個體脂磅測量下，就可以俾到呢個參考數值你啦。而高階嘅脂肪磅，佢嘅生物電阻抗分析報告會更全面，好似四肢骨骼肌嘅肌肉量同分布，都可以話到俾你知添。不過呢啲數字都只係一個參考，真正嘅判定仲要結合埋肌力同日常功能一齊睇過喎，千祈唔好淨係掛住測量體脂、肌肉總量，就忽略咗實際嘅肌肉力量啦。所以再精準啲，我哋亦都會測量埋個肌力嘅。關於上肢肌力呢，我哋就用手握力測試咯。唔知大家有冇做過呢？而下肢肌力方面呢，就會做30秒椅子坐立測試呢啲。呢個測試之前嘅影片都介紹過㗎，唔知大家又有冇自己試做過呢個測試呢？再加上一啲日常生活嘅觀察，好似會唔會上樓梯越嚟越索氣，擰個樽蓋都冇力，或者行步路都腳軟軟，仲越行越慢添咁。呢啲其實都唔一定只係老咗嘅正常現象，而好可能係肌少症嘅警號嚟㗎。咁邊啲人係最高危嘅族群嚟嘅呢？除咗自然衰老嘅年長人士之外，當中最常見嘅就有長期坐響辦公室嘅文職人員、過度節食、減肥或者蛋白質攝取不足嘅朋友，仲有好少做運動嘅素食者，同埋本身就有糖尿病、慢性腎病、癌症或者其他慢性疾病嘅人士，亦可能因為疾病本身、發炎或者活動量下降而加快肌肉流失個喎。另外，仲有啲人體重正常，但體內脂肪多、肌肉少，呢種小肌性肥胖就更加隱蔽、更危險啦。肌少症對身體嘅影響絕對唔可以輕視㗎。肌肉量同肌力下降係會令到基礎代謝率變差，亦會大幅度增加跌倒同骨折嘅風險添個喎。嚴重啲，甚至會影響呼吸功能同免疫系統㗎。嗱，講到邊啲肌肉最容易流失呢？
答案就係下肢啦，尤其係大髀前面嘅股四頭肌、後面臀部嘅臀大肌同埋小腿肌肉咁。呢啲肌肉佔全身肌肉總量好大比重㗎，而且日常起身、行路、上樓梯同埋保持平衡都靠晒佢哋個喎。你留意下，好多長輩行路慢咗，容易擊倒；上樓梯索晒氣，就係因為呢幾組肌肉唔夠力。仲有核心肌群都好關鍵㗎，核心肌群弱咗，好容易會腰背痛，企都企得冇咁穩啦。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起身開始要扶嘢，或者行樓梯越嚟越冇力，呢啲就好大機會係下肢肌肉開始流失嘅直接信號啦。咁講到重點啦，如果真係想改善肌肉流失、預防肌少症嘅話，有啲咩運動可以做下嘅呢？最有效嘅方法當然係老生常談嘅阻力訓練啦，亦即係大家成日講嘅肌力訓練咯。對於肌少症或者年長人士嚟講，阻力訓練可以有效提升肌力、增加肌肉量同埋改善日常功能嘛。而我會建議大家用一個好簡單嘅概念，由易到難，分3個階段做訓練。第一步就要先建立好基礎同俾身體有足夠嘅安全感，所以你可以由最基本嘅動作開始做起，例如可以先坐響張凳做直膝抬腿，同埋做一啲坐低起身嘅練習，慢慢控制節奏先，再進階少少可以做靠牆深蹲或者簡單嘅臀部發力動作，好似臀橋呢啲。呢個階段最重要唔係做得幾辛苦，而係動作嘅穩定性同令身體識得用力啊。而第2步就開始加阻力啦。可以用橡筋帶同啞鈴，甚至健身器械，慢慢增加負荷。記住原則係漸進，每星期俾少少挑戰自己，但動作一定要保持工整同安全咯。而每個動作可以由大約8至12下開始，做2至3組，慢慢適應先啦。跟住第3步就係將力量變成功能，即係唔只係練肌肉，而係令你日常生活用得到啦。例如行快少少，行得穩啲，上落樓梯更有力，甚至減低跌倒風險。所以呢個時候，協調、平衡同反應嘅練習就好重要啦。如果你問我，如果你已經有肌少症，咁最應該先練邊度？我會好直接答你，下肢同核心咯。因為臀部同大髀係全身最大嘅肌群，直接影響你起身、行路同平衡能力。核心穩定就關係到你會唔會容易跌倒。而上肢方面都好重要㗎，因為佢同整體健康以及功能性嘅能力都有關，好似日常拎嘢都靠佢，所以其實都唔可以忽視㗎。講完運動，另一個非常重要嘅部分就係飲食啦，因為你日日都有訓練，但食唔夠營養，身體都未必有足夠材料去維持同修復肌肉㗎喎。當中最重要嘅就梗係蛋白質啦。對好多長者嚟講，每公斤體重攝取大約1至1.2克蛋白質，呢個可以作為一個常見嘅參考。如果身體狀況、訓練量或者增肌需要較高，咁一般就會增加到大約1.2至1.5克左右啦。但實際需要都要視乎年齡、活動量、整體健康同埋有冇腎臟等嘅疾病咯。所以唔係攝取越多越好㗎，最重要係食得均衡，同埋唔好將所有蛋白質留晒響晚餐時攝取喎。3餐平均分配，通常會更加實際㗎。例如早餐可以包含一啲蛋、奶或者豆製品咁，而午餐同晚餐呢就可以加入魚、雞肉、瘦肉、豆腐，呢啲都係優質蛋白質嘅來源嚟㗎。至於維他命 D， 佢同肌肉以及骨骼健康都好有關係㗎喎。如果懷疑自己唔足夠嘅話，可以同醫生商量，睇下需唔需要驗血或者補充啦，但就唔建議自己亂咁食高劑量嘅補充劑啦。另外，優質嘅睡眠都係不可或缺嘅。肌肉並唔係喺你操練嘅一刻變強，而係喺訓練之後嘅休息同恢復過程入面，慢慢修復、適應，最終變得越嚟越強個喎。所以合適嘅運動、均衡嘅營養、優質嘅睡眠，加埋日常足夠嘅活動量，先至係一個完整嘅強化肌肉策略咯。另外，我都想知道，你覺得自己最需要改善嘅係邊一方面嘅能力？1. 起身可以更爽快。2. 行路可以更穩、更輕盈。3. 拎嘢可以更有力。定係4. 暫時仲未受到肌少症嘅影響嘅，快啲留言話我知，你而家嘅狀態係點㗎啦。最後就肌少症同大家總結嘅其實就只有3句說話。第一，肌少症唔係單純瘦，而係肌肉量、肌力同身體功能逐步下降。第二，真正值得留意嘅
唔係體脂榜上面嗰啲數字，而係你仲有冇力量去應付日常生活啊。第三，如果要改善嘅話，阻力訓練一定係核心，再配合足夠蛋白質、均衡營養、充足嘅睡眠同日常足夠嘅活動量就係關鍵啦。所以唔好等到閒唔喐、跌倒或者拎唔起嘢，先至諗起要保住啲肌肉喎。肌肉就好似你嘅儲蓄咁，唔係等到需要嗰日先開始儲，而係由而家開始，逐啲咁累積。你今日做嘅一次坐低到企起身，一次嘅深蹲，或者一次安全嘅力量訓練，呢啲都可能就係幫緊未來嘅你保留一份自由啊！記住，肌肉唔只係俾你睇嘅，肌肉係俾你用噶。有力量先可以企得起、行得穩、拎到嘢、照顧到自己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喐多步啦，唔需要一步登天嘅，由一個坐低起身嘅動作開始，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架啦。而如果真係懷疑自己有肌少症，最穩陣嘅方法就梗係揾醫生、物理治療師或者其他合資格嘅專業人士，做翻個正式嘅肌力、肌肉量同身體功能性嘅評估啦。如果你喺追求身心靈健康嘅路上，對飲食、運動、壓力處理或者健康生活仲有疑問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探索同突破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健體資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